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分享嘅項目係 Cybridge，係廣東話 AI 手語翻譯助手，用嚟打破溝通隔閡。首先我介紹現狀與挑戰溝通嘅行頭。首先就係溝通障礙嘅真相啦，就係聽障人士嘅孤島，手語同埋口語喺語法結構上有顯著嘅差異，喺快節奏嘅生活入邊，聽障人士往往因為溝通效率低而感到被邊緣化啦。健聽人士嘅手語盲點啦，絕大多數嘅公眾並唔具備基礎嘅手語能力啦，依賴字筆或者文字輸入嘅時候，喺醫療急診或者日常購物方面顯得力不從心。咁我哋嘅產品核心就係呢個 Cybridge App 啦。咁佢係一個即時視覺辨識嘅翻譯器嚟嘅。咁只需打開手機鏡頭啦，Cybridge 就會自動追隨手部嘅動作，並將你嘅動作即時轉為通順嘅廣東話文字同埋語音。佢係一個毫秒級響應嚟，幾乎係冇延遲嘅體驗，一個流暢體驗啦。佢都有環境嘅適應啦，支援唔同光線同埋背景嘅條件，亦都有私隱保護、本地法 AI 處理、不上傳隱私影像。咁有咁客人兩就係個大兩大核心嘅技術支柱。首先就係視覺捕捉啦，係用咗 Media Puppy 嘅21點番茄點追蹤，精確追蹤個手指嘅微小動作，確保知識，確保識別到嘅細節唔會遺漏啦，同埋 Gemini 嘅語言模組啦，將零碎嘅手語詞彙輸入，優化成為符合廣東話語法嘅自然句子，理解更加透徹。咁佢核心上人指標啦，咁佢嘅識別準確率達到98%啦。咁佢嘅端到端嘅延遲咧係細於200ms。跟住就係解決方案嘅功能對比啦。首先就係佢嘅中文特性啦，例如就係我哋嘅 app 就係低偏廢性啦。然之後對比 Gemini 嚟講嘅語意理解嘅特性啦，就係即係傳統翻譯手套，我哋呢邊嘅係低啦，因為係需要配搭硬件嘅。然之後就係 Gemini 需要有一個嘅基本詞彙啦。然之後靜態翻譯 app 就係一個變軌性係高啦，第一個Gemini 就係一個固定句式啦，然之後 Cybridge 就係比較好啦，同埋佢變軌性係最高嘅，跟住 Gemini 嘅語義深意。咁佢嘅場景應用啦，咁首先有呢個醫療服務啦，去協助醫師同埋聽障病患進行呢個關鍵嘅診症溝通。咁第二就係公共櫃台，令政府服務、銀行同埋超市實現一個無障礙嘅接待啦。最尾係校園功能啦，支援聽障學生參與課堂互動同埋討論。咁我哋會介紹我哋呢個